你哋知唔知原來做開心嘅事係有一種神奇嘅力量，喺無形之間，你對生活上嘅安全感啊，同埋自己嘅自信係會大大咁樣提升。我屋企就唔會有太多資源俾我，所以我自細個開始去學嘢嘅時候，都會諗下啊，對日後嘅事業有冇幫助啊？會唔會可以令到我賺錢啊？首選永遠都唔會係我自己中意做嘅事。我好穩陣咁樣去讀商科啊，讀電腦，咁結果梗係唔好啦。我去學寫程式嘅時候，成個人 hang 咗機，我好多年都係處於驚慌啊、無助嘅狀態。而家大個咗啦，見識多咗，就知道呢個社會係有循環，係會轉變嘅。正所謂盛極必須否極泰來。以前做金融地產好好賺，係咪？而家可能係讀唔到書做運輸仲好賺，所以必須要令到自己嘅心定，唔會因為外界嘅轉變而動搖到自己。你中意做嘅事可以係啲好無聊㗎，例如插花啊、整手工藝咁，一啲會令到你花好多資源，而你依然會心甘情願咁樣去做，同埋可以純粹啲咯，唔使下下都同錢有掛鈎啊，又或者係一做就要做一世啊咁樣。總唔知一定要令到你開心，開心嘅事做耐咗會有神奇嘅事發生。你個人除咗不知不覺會穩定咗之外，仲有意想唔到嘅資源出現㗎。